你好景嗰陣攞你啲錢去投資槓桿嘅人，一定都係啦。突然有咩事埋嚟對住200萬去照顧你屋企人，有幾多個？第一個好嘅 agent 係真係人哋生命之中嘅貴人，全方位家庭保障。對客戶嚟講，一張危疾係影響緊3代嘅人生。點解啊？如果而家睇翻 Key Report， 我哋講緊嘅其中一個高峰嘅時限係40幾歲嘅話，佢嘅父母就喺60幾至70幾歲退休嗰一刻，佢嘅子女就係喺10歲嗰一刻。為經濟支柱出事嘅話，其實係牽連3代嘅。佢嘅父母70幾歲嗰陣，仲要擔驚受怕，再加佢自己一個長期病患，自己個伴侶係要照顧埋緊埋屋企嘅生活，家憂柴憂米，子女要活喺一個充滿住擔憂嘅環境之下。其實大家你做緊一張嘅 H&P， 你做緊嘅每一張危疾，係為一個家庭做緊一個莫大嘅功德。